李忠伯啊，你俩份吼上千期咗嘅保障了父母哦，那我寫清楚啊，我看你喊你怎個考慮看看咯。哎呀，李忠伯啊，你講真件有事要吼，希望我聽說道門幾件嘅，你看你好啊？你會挺麻煩麼？哎呦，原來有乜嘅麻煩呢呀？錯冇？一道門幾件呢，看唔好吃虧啊，錯冇？笑啊！好，原來啦講幾百年，我聽到你計劃真係真理。我都讀了不能講背，你做嘛跳堂咯？你別背鬼啊，冇禮貌。哎呦，你種白肌肉冇人選，錯嘛哈？係呀，其實講起來吼，你也唔係乜個避免啦。真係就講，哦，係啦，慢妹啊，也係件事情吼，就冇再去告災了哈，尤其係李忠伯嘅不砍人咯。我想講哈。上看呢，李忠伯嘅不砍人，係第幾簽入嘅3,000 K 哦，你想記得我幾艱苦，我幾唔盼得啦。哎呦，呢件事情做慢咗阿弟咩？啊，唔當佢做到本件弟啦。啊，我講叫我看人弟哈，李忠伯啊，哇，佢上去按酒桌嘛哈，啊個加上呢，後事都安排好咧，聽講當監視。我再講哦，多一個人參詳，冇聽講有較好嘅意見。哎呦，係你唔好講，你說唔好講啊，乃按到罪咯。我要講我計啦，哈，唔聽我冇講，我就偏偏愛講。你做咪講咪談咯。我怎麼聽嘅話？唔講錯嘛，我怎麼特別聽嘅話？錯，完全唔是談嘅。你乜嘅關愛？屁，錯噶，唔記哦，冇應該講啦。記係我咩人啊？係啊，叫乜人？是在關愛干那3屆，我爸、我奶還有我老公，唔係我咩人哈？唔講話。哎，馬田嗎？你會差啦？係啦，他敢深水哈。慢會啊？講正經呢，你係咩意思咯呀？慢慢，注意有冇碰到啊？注意。哎呀，你冇管我啊？慢慢用白咯，用火氣按太咯。係啊，慢慢我平常時溫柔有面理，點會當張變晒人呢？係咪會冇嘅冒失前度啊？哎呦，個事應該好難免嘅啦。咦？你有去談啊？哪一家都嘅做壞事啊？我聽你講吼，朋友驚你哋哦。係啊，咁咪同佢安排上吼，真是會影響人嚟心上咧。慢慢係咪本日嘅影響到嘅啊？咁個英國下吼用英攞要排蛇係唔知道蛇上到，用當日用威風實嘅吼，馬沙行到吼，我咪斷掉啦，斷掉，實在斷掉。係啊，太亂眼啦！哎呀，用白咯。啊，就頭前邊那家人啊，即攀上司啦，搭棚嘅幾條路死來呢，我哋第一從嘅路上過來呢。係啊，而且啊，你成識驚人呢。係啊，嗰種路嘅沿路下開。哦，啊，眼呢哦，改四川水啦，專門上去沿路下買一下呢。你望成你看太咩？遠一下啦。嘿，啊哪上哪冇呢哈？貴呢，你哋請人提較高薪嘅人呢，你唔見啊？啊，你哋個冇公德心，甲路攏佔起來，做地上個人台上，也根本咧抽水嘛，你唔見到見就不係好咧。哎呦，記得吼，拍係 Q 則心安啦。Q 心安，愛心安哦。人講寒山兩口飯，陽過四口擺豬用啊，愛是安尼叫。你啱講哦，挺難談啦。難談係難談，唔過係真理呢。我跟人講哦，喺楚邊經過人面前哦，還專攻擔條魚看一下呢。你咁講哦？然好答哦。阿賢姑啊，來日本。又係乜啊？我聽阿妹講哈，阿嗰邊啊看到個官橋啊，同你好，用人家個微信號啦，阿冇是那金水洗身體哈，阿你都冇俾你殺到咧。哎呦，哪有那種事情啊？好啦，感謝哈。是講唔用點人哋講埋咧。我剛剛就聽到。慢妹啊？啊？喲，冇見你啊？係啊，我又冇
好样想？阿妈莫弄住啊！哎，都几干哈？冇啦，嘿啦，错了，没事情，大家千万莫上岸多哈，万唔可吼，家记住咧，有发现啊，流目者嘛，冇乜嘅事情啊。哎呦，明讲啊，你做咩啊？冇按手提玩，见讲。我乜嘅都冇講啊。对得弄住啦，哪讲啊哪糊涂咧？嘿啊，慢莫人自家讲好的啦。好啦，我都好，你吵嘛唔点样笑，啊我都听到介上劲的声哦，比吵伊哦，快起神经呢。我再讲看到人啊，判个伤心啊，都感觉人生当无常啊，是想讲万一有人我就走了吼，我那又冇同身边，我又冇老公，我送来。我还有人看，我哋见钓鱼船啊，我个宠物啊，对我这只叫啦，明年同伊吃，还有人个盆基明年同伊跟流水啊。哎，你咪想听到吗？哎呦，你看呐，你那是都100岁啦吼，总还没有安尼去的呀，安尼有买个小安多啊？是啊，山中有个千年树哦，一世间难有百世人哦，还做条打算吼，让唔要拄到嘅世界啦，冇干冇杀啊！嘿，我的弟啊，你讲吧，没有你讲想法唱嘛？啊，冇眼用会考虑到个乜个上千客肉啊？上前客哟，是啊，呢种事情吼，我本来啊是想会点进行嘅啦，真系慢慢讲到日易出哦。呢种系吼，又冇乜讲得嚟啊！李总伯啊，嘿，很跳讲个点进行，迄不介明天啊？哎呦，李总把家讲嘅生前契约啊，所以讲人行上嘅时节，就先有一件并总公司签约，然后后事安排好些，前日纳钱嘅上司麻烦无卡嘢。啊，李总白谈嘅吼，注意哪一份契约转来，我哋都会研究契约嘅内容啦。按样做点进行经营地咧。哦，呢種係事情啦，開罪合罪同死啊，讓大家談到心肝肚胃艱苦啦。哎呦，按太事情用做得唔拿出来参详咯。好得本爱知哦，李总伯啊，那生前客约吼，用意怎么好？主要係過世的人對路客人哦一種愛的表現。不過冇真正講哦，我查過資料，那種客約哦，較有問題啦。哦，因為服務項目冇相同意啊，得弄意思哦。冇啦，我意思係講吼，很長嘅時間，錢納錢嚟哦，按過世呢判後事都看人還會拿我拿錢呢。客約又下死死哦，又總得往公司判呐，這麼麻煩，這麼費氣呢。啊，按麻烦按回去啊！哦，嘿，你个病重念吼，那种总系卖新闻较多呢吼，刚讲请某个较好较落实的病重念公司啊。唔咩冇啦，也以為病重業吼，咩企業化經營的啊，咱們有制度哦，政府咩有些管理，有些要求，將以為學校涵蓋病重的可能呢，所以素質係因來因果，所以沒有做得信用的公司啦。不過重點還係人家心態哦，唔好講到時段嚟審來審去，要去面對，要看清楚條款，要多比較意見呢。喲，冇想到阿仙姑對得變重入係異地種哦。有嘅時間哦，唉，咩咱們批復挨自家呢？唉，甚至下一份生意組啊，生育組，唔是堂哥哦。我跟他说过吼，健康族。是个关东煮咧。唔錯，生育組啊，就係很長嘅時間，以前下後為主。哦，呢種想法當政府哦。而且生意組地位吼，要交代後事簡單判，火中過後，骨灰啊，變下靈骨塔就好些咧。迄種就是火種啊，土種咪較好。讓白人種吼，梗係感應嘅先出啦。你客家嘅品種真心吼，就係三謙、重鹽，吼唔茶花浪費就錯。好，你看迄種挑送的方式，用誒，乜嘅？羅贊。羅生，咁好，羅贊啊，嘿，羅贊真好啊，怎樣啊？關笑啦，舞體啦，連個頭攏送起來呢，送錢送空間，挑出咱個環保呢，而且啊，我的母親變做配了一後啊，
不过上阵农作物呢。哎呀，大家来看，两面吼係早安的骨頭膜發出來的哦，試試看啊，會哦。哎，你對哦，這真無意思啦。啊，陣拄好啦，愛摸路走啊，無種摸，咱愛氣管建出咯，安怎無種啊吼？哦，了不起，留愛人間。我没想到的呢。我吼，我用一种动铁皮的方式来裝下自家。哦，不該，明白。嘿嘿，我呀，我老自家嘅棺材吼，悬挂到一个阿里山峰啦。現幹哦。錯噶，懸竿啊！吼吼，按用啊歌聲歌氣吼，我就做用當好嘅心情，等你來迎接阿里山嘅日出。大家了出來，不要。我係問講聽你聊去哪呀？喂，啊？講現講咯，幹，錯噶，懸竿，有乜嘅唔好啊？好，多來好。就做乜讓看定嚟哈？俺哋喺看吼，唔可以用嘅，跟住喺棺材顯喺阿里山方下。哦，嘅懸竿嗬，就錯噃。